最近天气热噗噗，经济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讲今年6月拢总有452个人因为热着去互医生看。大碗的搓冰顶会铺切好的山仔，加热透心凉。这几年热天高温一直拍破纪录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去年5月因为热伤害去互医生看的人就473个。今年5月人数虽然有较少，不过6月煞也是有452人因为热伤害去看医生，比去年的392人加13%。温度要超过40度，而且会昏迷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会有多重器官衰竭。会有肝衰竭、肾衰竭、心脏衰竭，这时候死亡率就很高。热天热到互人强要挡袂牢，嘛有人热到破病。去年6月北部高温平均有28度半，其实甲今年是同款的。中部去年颠倒更较热，南部今年6月高温平均29度半。医生提醒会造成热伤害，唔单是因为温度伤悬，甲湿度嘛有关系。因为湿度若是伤悬，身体温度就较歹散掉。去年热得非常早，从5月就开始热，6月也是破纪录的这个热哈。但是去年就是降雨相对是比较少，今年是反过来啊。今年其实我们从5月到6月起，整个一个梅雨锋面的一个系统，其实算还蛮明显。受到全世界变烧热甲热岛效应的影响，专家预估7月平均的温度可能嘛有30度2到30度9，普通时加啉水，红婴甲老大人嘛较莫伫透中昼出门，才会当避免热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